咱再来看南投哦，7月凯美风台鸟落溪重起来，市区有上百台车拢浸水，损失严重。县政府即摆已经开放棒球场，互民众停车。另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嘛去视察，嘛宣布讲应变中心新机组立即开设，嘛提醒民众要爱有防灾的准备。 风台就要来啊！南投市毛落溪边的车路也是停规旁的车辆，另外往市区绿美桥边这搭驾训班的停车场，也是阁有上百架车停伫遮。7月底，凯美风台带来大风雨，也互毛落溪溪水涨悬，毋但互河边的车辆拢浸伫咧水里，也互驾训班停车场变作是大水池。县政府赶紧提醒民众，把车辆刷去地势较悬的所在，也就是县立棒球场，遐会当停200台车。 县立棒球场平日是供比赛跟活动的使用。那考量这次台风即将来袭以及便民服务的一个思考，那如果民众有停车的需求，可以暂时到棒球场的停车场来停车。 另外，伫台中市长罗秀燕一透早也来到南区了解市区清水沟的作业状况。这届三德里已经是强度风台的顶级，市府表示，环保局为1月到8月已经清4900多件。不过，面对这摆强度风台，市政府也会加强稽查清水沟，帮助排水，让地势较低的所在卖隔音。 以上次的这个台风或者是大雨来讲，我们大概台中市29个行政区，大概有80户左右淹水。当然，大概都是每一个区零星几户，并不是那么多。不过，我们希望1户都不要有。 市政府表示，环保局已经把457搭较高积水的路段列管，加强清水沟甲巡检。水利局也已经完成水沟的疏通，计共111公里，全面监控水情。应变中心也伫10月初1星期做2级的开设，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